府机制交流。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邓英泰即将领导宣示讲要来进行5大7案，行政院提出的打诈司法，嘛伫立法院的审议中哦。内政部长刘世芳是表示讲，司法当即实施，才会当有效来阻止诈骗。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是表示讲，伊真失望，认为讲目前的法案是无法度符合人民甲被害者的期待。国内诈骗情形真严重，行政院长杜英泰上任了，第一个重点就是打击诈骗。行政院最近建议打击诈骗新司法，立法院司法内政委员会再去分别审查。内政部长刘世芳讲，这司法做伙联动，才法度阻止诈骗。诈欺犯罪危害条例是内政部主管，4个法一起联动的话呢，才能够对于未来台湾这样诈骗这么猖狂的事情呢，有法治的基础，那能够有效的压制。刘世芳讲，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草案条文会当甲即卖防治甲打击诈骗犯罪法令不合搞，自顶楼强化金融、电信甲网络各面向的防诈行为，下楼是严惩诈欺犯罪。建构保护诈欺犯罪被害人的机制，因为立委也关心境外电信诈骗要怎防治。20条可以切断，高风险的国际漫游，我可以直接切断它，不会再继续发送。对。然后如果是预防面呢？我对这法条看起来已经比你们还要熟悉了。冒名这件事情很难完全杜绝。但是呢，用冒名来作为犯罪的这种方式，我们尽量把它减少掉。高风险的电信事业如果数量不多，对不对？是。你干脆就做临柜查核。针对科技真参加保障法草案立法要点，法务部指出，包括以科技的方法追踪位置、对行动通讯设备进行调查等等。但是调查立委质疑，为什么伫咧刑事诉讼法定专章？法务部长陈明谦讲，定专法立法的速度较紧，会当就是应验犯罪形态来做处理。但是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就无共看法。你们推出一个科侦法，结果只有11条的规定，那11条的规定掐头去尾，实际上面真正有实质内容的只有3条，那3条全部都可以放在刑事诉讼法当中，我非常失望。为了要严惩诈欺犯罪，行政院推出打击诈骗司法，但是黄国昌认为，目前伫咧行政院版本所提出的打诈专法内面，刑度的设计甲调整，恐惊无法度符合人民甲被害者的期待。记者综合报道。